趁休息緊，等我用1分鐘時間同大家介紹呢款 Lamp Monster 嘅冰圈掛頸風扇。佢係全球第一款 PCM 冰圈同風扇結合嘅設計嚟嘅。佢原理就係利用咗 PCM 融化，同時將熱能帶走，從而達到一個降溫嘅效果。而第二樣我想介紹嘅就係風扇，佢係一個可以拆卸嘅風扇。我咁樣擰出嚟，而呢邊都係一樣嘅。就獲得2個獨立嘅風扇啦，仲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出街攞風扇喺度咁樣吹嘅感覺啦。但係呢一個設計咧，放喺度都可以吹到嘅，插翻入去，咁戴喺頸嘅效果就係咁樣啦。而呢啲掛喺頸嘅接觸到皮膚嘅冰圈啊，或者風扇咧，最擔心嘅咧就係可能佢嘅材質唔好，而令到我哋嘅皮膚會變紅。而呢一款冰圈設計咧係完全冇呢個問題嘅。最重要要介紹嘅點咧就係佢呢個冷卻系統，因為出面咧行到好曬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會溶曬嘅。變翻液體咁點算咧？將佢擺入雪櫃雪大約10分鐘左右，佢就已經好快咁樣會變翻硬㗎啦。咁就可以無限咁樣重複使用啦。而嚟緊你都聽緊好多戶外活動嘅話咧，都可以買定呢個風扇迎接夏天。